今本日嘅客家驕傲挺直，本世界讚嘆。對於這一個無人地嘅客家莊，都影響世界嘅文化中心。也客家之道為帶領客家行向新時代。客家人歷史嘅年頭，漸漸以開在就地，因為強調係原鄉帶來嘅 DNA。目前喺台灣嘅客家人口大約有453萬7000，佔台灣總人口數嘅19.3%。人數青島嘅係西燕客，剩下來係海陸客、太埔客同饒平客，還有人數少唔過保留古言古義嘅浙灣客。五種強調嘅豐富語呢，變做台灣嘅客家原鄉地圖。喺台灣50年地圖就有一些係客家人，喺頭擺受到嘅重視，三完全唔係安尼。今本日客家做得變做世界嘅客家，仲下係因為20年前做錯嘅一件事情。2001年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全球第一個普惠級客家事務專職機構，專職專權嘅推動，對嘅意思本客家文化當日嘅當今態勢。對民進黨政府成立嘅全球唯一嘅客家電視台，本客家有嘅專屬嘅發聲管道。成立港客廣播電台，係第一個全國性嘅客語廣播電台。小英總統當初建嘅推動浪漫台三線，本台三線變做客家文化行向世界舞台前瞻嘅出發點。客家推動嘅六隊客家文化園區，撈台灣客家文化館，變做文化保存、產業發展、撈觀光交流嘅平台。全世界冇一個國家對少數文化嘅重視係用中央做單位來推動嘅，當到政策都係世界第一，未成就嘅今本日客家嘅偉業。本客家文化第20年間，用講述第世界上發展出強強嘅光景。過去台灣客語當然只有1.01%嘅速度自然流失，經過客家委員會3年去做，通過客家基本法做法言檢舉，客語已經變做國家語言之一。全國公告70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，落實推動客語無障礙環境，本客語落實的成法，還可促進推動客語復興。老轉到學校，本文化嘅件，此時當然批。我愛喺還沒出世之前，媽媽就做得幫客家抬高音樂本兒堂。客家幼稚園嘅客家聲音呢，因為客語曾經是教學，當自然嘅用客語溝通，最後嘅有意識學習，鼓勵客家聲音呢，此時講客嘅共融感。推動客語新傳師之途，打開嘅客家語言多年學習嘅管道。客家電視台、港客廣播電台，本大家的生活輕鬆嘅對話當中學會客語，成立數位台灣客語語料庫，建置數位台灣客家莊，客家全球聽友客語能力認證。本台灣嘅客語文化變做全球都做得使用嘅雲端智庫，也就係政府天數客語轉到公共領域嘅具體實現。政府全力推動客家文藝復興，讓客家藝術華麗變身，改變嘅國際能見度，老師也高度。也暑假紅嘅客家文學。並同時出現喺日本文壇，日本主播對嘅唔單止係薩庫拉，還有嘅係唔接看到嘅客家童話、客家南山、
帮前带领比利时嘅流行时尚。新一代行业流行，同时未闹热起中央公园嘅 New Yorker， 客家就唔是個少人才走出去，因為世界前瞻嘅一流藝術家都想愛行業來。新一代啲傳承人嘅成行得到養分，老一輩啲後生人嘅成行潛到生命力。客家藝術用皮皮嘅生命力，當地嘅開枝散葉。今日客家老二上嘅無窮有，而啲嘅係客家人當失望，唔過年啲嘅係也下啲元旦當個客莊後生人嘅軟實力。當到客家後生人轉向，透過客莊地方創生郵幣貸款，建立自家夢想嘅客家幸福事業。而啲客家攀照，唔過年啲佢做得攀到像法式藍帶。而啲台三線同浪漫，唔過年底而做得鬼佬嘅浪漫到全世界，有40國家同意向下肯定佢。而啲從紫色路串聯嘅台三線嘅山下老天牛路，唔過年底做得國家到國際舞台，老韓國自主牛來小路叫做友誼葡萄。唔啲客家莊，唔過年底台灣係全世界客家文化嘅重鎮。唔啲客家 V&B， 唔過年底客家 V&B 都去做乜嘅麼？就係老客家出現嗎？來聽。